咱们俩聊聊吧。好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不妨跟我说一下。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我可是听到很多人说你最近很不正常。真的没有。我本来就是这样。锦溪，咱俩是夫妻，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困难，你一定要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解决的。顾西城，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，以前都是我装出来的，现在才是我本来的样子。你能接受最好，接受不了，离婚吧。贺锦溪，疯了吧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没事说什么离婚啊？你就当我吃错药好了，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，随你怎么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费心去讨好你和老夫人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可以不用。顾西城，你早晚是我的。陆总，你没事